喂，好啊，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Kango 廣播廣東又廣西嘅時間啦。今集呢，個 backdrop 轉一轉，因為我想轉轉個話題啊。咁如果你哋有睇我條片嘅人咧，都知道啦，我其實除咗喜歡講足球之外呢，都係一位司儀嚟嘅。有朋友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就係話：司儀你照稿讀咪得咯？嗱，個 program 去到嗰個位就講好多嘢，去到呢個位講其他嘢就得㗎啦。如果唔想對稿讀嘅話，開始之前記咗佢，到時候都係可以做到嘅啫，係咪？都係一個讀稿機器嚟嘅啫。咁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其實司儀咧係做啲咩嘢咧？讀稿係佔成個環節嘅一部分，亦都係司儀工作嘅其中一部分嘅啫，係記住係其中一部分嘅啫。咁你哋會問啦，咁司儀做啲咩嘢咧？其實咧可以咁講咧，都頗多工作要做嘅喎，尤其是喺踏上舞台之前咧，有好多準備功夫都要做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咧，無論係做婚宴又好啦，又或者做活動司儀都好咧，都一定事前咧同大會溝通或者同新人溝通啲乜嘢啊？例如個 run down 啦，最重要就係個 run down，因為司儀稿同埋 run down 呢兩樣嘢一定 match 咧，先至可以咧出到台上邊啊做一個司儀嘅工作嘅。簡單啲嚟講，假如個 run down 入邊會有幾位嘉賓咧做頒獎典禮嘅，即係做頒獎啦嚇。咁司儀稿入邊逐個頒獎嘉賓嘅名稱咧，同個 run down 一定要配合 match 嘅。如果run down 話頒獎嘉賓 A， 但係不過司儀稿寫住頒獎嘉賓 B， 到時候出錯嘅話，咁係邊個責任咧？係咪？你當然啦，可能你哋覺得梗係大會啦，但係不過有啲人唔係咁諗噶嘛，可能覺得司儀讀錯稿喎，唔係啊嘛咁樣。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司儀稿啦，同埋個 run down 咧一定要溝通得好清楚，兩方面都係 match 先至得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服裝啦。咁可能你都會講啦，服裝嘅話來來都好 standard 啦，唔係黑色啊、藍色啊，或者總之一個好 standard 嘅一個 outlook 就搞掂㗎啦。係冇錯，一啲場合咧係好 standard 嘅 outlook，例如一啲頒獎典禮，當然我哋要着得隆重啲啦嚇，咪要打實呔咁樣。但係最重要嘅就係 backdrop 嘅顏色。假設大會嗰個 backdrop 係以藍色為主嘅，你着咗件藍色嘅西裝去嘅話，你哋可以 imagine 一下，又究竟係點樣咧？一睇落去，你覺得咦個司儀係咪隱咗形咧？去咗邊個司儀望唔到司儀咧？雖然企喺個台度見唔到佢啊，因為點解撞晒色啊嘛 ，backdrop 又藍色，你套西裝又藍色，梗係撞啦。所以咧，司儀咧一定要知道大會所提供嘅後邊嗰個 backdrop 係咩嘢顏色，而配合翻自己着啲咩衫去配合嘅，呢個都係需要去知道嘅。好，第三樣嘢咧，其實咧最重要咧就係，假如呢個活動入邊一個婚宴又好啦，又或者一個商業活動都好啦，你有個 partner 嘅，不論男女都好咧。其實咧，之前你都要同嗰位 partner 開定會，講你負責邊一 part 啦，我負責邊一 part。好啦，分好晒之後，司儀嗰個分好晒之後啦，亦都要做一個 rehearsal。我哋今日點講等等。其實咧，之前咧係夾定嘅，唔係一上台話你講呢段，我呢段係唔會發生個情況嘅，一定要必須夾好咗每人講啲咩嘢咧，先至可以上台嗰度咧做活動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就係司儀稿啦。司儀稿咧，有時有啲字眼上嘅嘢咧，我哋都要去執一執嘅喎。有時假設個司儀稿係大會提供嘅，有時寫得覺得唔係好流暢咯，又或者呢個如果跟佢咁講咧，我會覺得好甩咳嘅喎。咁你會作一啲修改，令到自己咧喺個呢個活動入邊咧係講得順暢，唔會講到甩咳咳。當然啦，唔係話全部改晒，例如有一啲嘉賓嘅名單啊，或者 title 啊，呢啲梗係唔改得啦。但係有時有其他環節上嘅嘢，用字上嘅話，其實咧
可以自己做一個修正咗覺得我咁樣講係舒服啲嘅喎，順暢啲嘅喎，咁就做啲修改，然後跟住先到上台嗰度做活動嘅。好啦，講完事前準備啦喎，好，仲有一樣嘢，其實咧喺事前準備嗰時都要做嘅，就係嗰個主辦單位嘅一啲背景。例如咁啦，之前咧我做過一個唱歌嘅活動嚟嘅，係一個唱歌活動嚟㗎嘛，邀請咗好多一啲唱得嘅人上台表演啦。咁嗰啲名單咧少少背景我都要知道啦，同埋嗰個主辦單位個本身個活動理念背景咧，我哋都要知道嘅喎。點解要知道咧？一陣間會話俾你聽㗎啦。好啦。假設你前期頭先所講嘅功夫做好晒啦，上到台咯喎，咁上台之前係咪一上台就話講嘢啊？拍手掌，好嘢！梗係唔係啦。上台之前其實首先我哋係要試咪先嘅，試咪我哋仲要係周圍行，喺個台度周圍行睇下邊個位係收得清楚，邊個唔清楚，甚至乎支咪係咪真係大聲，令到其他出邊台下嘅觀眾聽得到咧，其實我哋都要試嘅。試完之後，跟住我哋都要再做一次 rehearsal，定到個活動當然啦，定係順暢啦。除此之外咧，亦都會再開始之前再問大會邊啲嘅嘢係需要臨時更改，有邊啲嘢係要刪除咧，都要同大會夾清楚。如果唔係咧，講下大會突然之間同你講唔係啊冇㗎咁樣，咁你就會非常之尷尬㗎啦。咁上到台之後，有時有啲突發嘅情況咧，真係咧未必會喺大會嘅時候嘅溝通時候又會同你講清楚嘅喎。例如啲突發事件咁樣，例如個台試咪嗰陣時候咧有聲嘅喎，但係講下到中段啦冇聲，要換咪。咁點咧？咁當然啦，可以叫台下工作人員即刻換咪嘅，但係不過嗰陣時候咧，其實可以點樣做嘅咧？咁當然啦，趁換咪嗰段期間唔係話一換即刻拋上嚟就俾你㗎嘛，要換咪可能一段一啲時間啦。咁嗰幾段時間嘅話咧，其實咧司儀咧可以講一啲都可以講下嘢嘅喎，例如你對呢個大會嘅感受係點樣啊？又或者對其他嘉賓表演係點啊，甚至乎講下大會呢個活動嘅背後理念啊，等等，呢啲咧就係我哋所講嘅 ad-lib，係啲臨時嘢。呢啲 ad-lib 臨時嘢咧，其實咧之前係可以準備得到嘅。如果係需要講嘅話，就係頭先所講，響活動之前睇熟。要睇下嗰個大會活動嘅背景係點樣樣，或者嘉賓背景啊，等等，呢啲就係有用，呢啲就 ad-lib 就係有用嘅時候咧，就攞出嚟講㗎啦。咁你當然啦，仲有好多環節都要兼顧嘅，除咗聲線之外啦，企位嘅話，好啦，究竟你係企台中間啦、側邊啦，還是台下咧？其實都有講究嘅喎。開始嘅時候係企台中間啦，好啦，跟住到頒獎之後啦，頒獎你冇可能叫啲嘉賓望住企台側邊咁樣頒㗎嘛，要企台中間嘛。咁到時候你要 shift 咯喎，我 shift 去台下邊啦，定係台側邊咧？等等，呢啲走位咧，其實咧司儀喺活動之前咧都係需要係諗定㗎啦。當然啦，仲有一啲突發嘅事件嘅。我試過有一次咧，都係一啲活動嚟嘅，商演活動嚟嘅。表演嘉賓到咗啦，到咗之後，佢竟然同我講就話我哋啲嘉賓咧，雖然有半個鐘頭嘅環節係俾佢哋，但係不過當中嘅15分鐘咧，佢哋想要 rehearsal 喎。咁呢啲情況，嘉賓之前咧冇同大會講，當然啦，我去到臨時嗰陣時先知道嘅啫。咁你又會點樣咧？就係頭先所講啦，要做好多 ad-lib 嘅嘢啦，講下依樣啦，講下例如大會嘅理念啊，又或者嘉賓嘅表演啊，點啦，即係要盡量拉時間，拉時間。盡司儀嘅責任咧，就盡量唔好俾個場咧有個空檔期。當然啦，
呢樣嘢係嘉賓嘅責任嚟㗎嘛，你可以咁嘉賓責任㗎，佢冇同大佬溝通清楚，梗係佢嘅事啦，係冇錯。可能個嘉賓都當然係有啲責任啦，但係不過你諗下啦，如果假設我同觀眾講話我而家有15分鐘嘅時間要俾嘉賓準備，我哋 take 個 break 先，我哋一陣間15分鐘之後再見。你覺得在場嘅嘉賓會在場觀眾係點樣樣咧？可能走咗去之後唔翻嚟嘅喎，到時候個場吉咗咯喎，你會唔會期望15分鐘之後嗰啲觀眾翻嚟咧？唔會㗎嘛，所以咧，司儀呢個時候咧就需要做啲 edit 嘅嘢咧，講好多一啲稿件上佢哋冇嘅嘢，但係事前一啲資料搜集佢哋有準備到嘢就係大派用場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司儀咧最重要咧就係考臨場反應，呢樣嘢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。當然，所以咧，如果話司儀係一個讀稿機器咧，我只能夠講句啦。我贊同你10% 嘅啫，其餘嘅時間啲準備功夫、幕後準備功夫嘅嘢咧，其實咧真係冇人知道嘅。今日嘅分享咧就係咁樣啦。喜歡我嘅朋友咧，請你哋啦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啦。仲有都係賣廣告啦，我都係一位宴會同埋活動司儀嚟㗎。如果你哋都想揾到合作嘅話，記得去以下嘅連結或者 WhatsApp 嗰度咧揾我。好，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